后来继续来看台湾，昨个来增加到2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，因就是第27例住伫个北部迄个80多岁老先生的细汉后生甲伊的太太。下晡指挥中心阁来公布第31例确诊的病例，就是这个老先生的孙仔。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台湾为着武汉肺炎上年轻的个案。这件家庭群聚的感染已经掌握143个接触者，感染源还在追查。也毋过专家认为，目前上重要的除了找到感染源之外，嘛要注意为中国香港、澳门以外国家回国的人，像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等等，而且来提升这个国家的边境防疫，同时来升悬台湾防疫的等级。武汉肺炎后中央流行疫情中心一粒头2粒大，第24例60多岁这个负责人家庭感染源也未找到，后来又搁出现第3件家庭感染，新增加2个个案。第29例是今年公布，第27例80多岁老先生的细汉后生，因为工作需要真接去中国。1月29出现脑无爽快，2月23因因老爸确诊列为密切的接触者。2月24确诊，第30例是老先生的太太。2月76诊断是脑后发炎，去看过医生看4摆，2月24确诊。89的在住院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。那按30主要大概是急性上呼吸道的感染哈，它是有一些感染的症状，那也是属于轻症啊。到底感染源敢是这个真接去中国细后生，即马还在追查。也毋过专家认讲，袂使无去重视除了中港澳以外旅游史，甲相关台湾的防疫顶级。它不是从境外进入的，而是从境外进入以后，又在自己台湾内部发生感染。那理论上，可以是一起开设。将来会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东北亚跟东南亚。那中港澳反而因为我们已经做旅游做很大的限制了，所以中港澳的比重将来应该会下降啊。那疫调能够查清楚当然是比较好，不过我们应该保留一些能量，准备应付下一波的疫情。专家建议讲，除了减少大型会议甲人员集合的活动以外，嘛使开始思考调整民众的上下班的时间，避免所有人同时进入大众运输系统顶面，尽可能降低集中感染的机会。